日教嘅舞叫做 Have You Ever Seen the Rain？ 由 Rod Stewart 唱嘅嚇，32邊歌喎嚇。開右腳好簡單嘅節目，右腳第一個拍法，右並右點，翻轉頭拍點，拍子 1 2 3 4 5 6 7 8。第二個拍法一個 K step， 但係 modify 係右轉嘅，右斜前點，退後轉成3點鐘位置轉咗啦，跟住再退後點，上前點。好，呢、這個拍子1 2 3 4 5 6 7 8。第三個拍法面向3點鐘位置，我講錯咗9點啫嚇。右並前出場，橫並出場，雙反腳左並後出場。咁拍子第三個拍法係 1 2 3 and 4 5 6 7 and 8。最後拍法退後3個點，後退3點，上前3點。拍子 1 2 3 4 5 6 7 8， 咁就由頭開始。好，音樂，然之後